最近 MeToo 事件爆出来，立法院今仔日也三读通过性骚扰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台北市政府为了要增加民众求助的管道，甲提供咨询服务，社会局参民间团体合作成立台北市性骚扰防治服务专线，有统一的对口，也鼓励一寡受害者勇敢站出来申诉。因过若是发生性骚扰的事件，民众对求助的管道是无啥啥。为着进一步提升民众求助的意愿，台北市社会局委托现代妇女基金会成立台北市性骚扰防治服务专线，针对互人性骚扰的受害者，或者是对性平三法有相关问题的民众，提供法律的咨询和心理咨商。另外，也有社工陪伴处理的服务。民众对于性平三法这个部分，时常就是会区辨不清，所以也会因为这样子影响到自己的权益。那后续也有关于就是确定了性平三法之后，那后续的求助管道。好，他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流程啊？哦，从哪一边获得协助啊？那这个是在我们专线的部分会来做进行的。立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性骚扰防治法修正案，明确定义宽赦性骚扰，并且加重刑罚，相当处3年的徒刑，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我们也期待今天不论是性别工作平等法或者性骚扰防治法的一个修法，那在这个法律的部分上来讲的话，会增加这样服务的一个措施。好，那如果一旦通过之后，各地方县市政府就要加紧的来成立这样子的专线。台北市社会局局长姚淑文表示，多数的被害人对相关法律佮处理的定序毋是真了解，希望会当透过成立专线，落实对性骚扰防治的重视，互真正有需要的人，伫第一时间就通即时得到帮助。记者曾俊佑台北报道。